民党立委提案，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两字改做台湾和中国，有超过40个立委联署。15岁少年人甲卫生纸点破岛弹落台北捷运的粪扫桶，无就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少年法庭。美国防炸委内瑞拉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川宣布已经甲总统洪阿布抓起来送出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初3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台北捷运顶溪站有一卡粪扫桶，伫咧早起8点外向庆火烟，加载火有随拍花，无人受伤。调查发现是一个15岁查甫囡仔，甲卫生纸点破倒，弹落粪扫桶，就坐捷运离开。中山分局圆山所在圆山捷运站拦截该少年到案，由本分局代反侦办。全案讯后，依少年事件处理法、刑法公共危险、毁损等罪嫌，护送至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审理。警方接到通报，伫咧圆山抓到人。根据了解，这个少年人若像是因为好耍，想要试看嘛，伊先买赖达。台北捷运表示，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上当会使罚100万。若专案是依照公共危险、毁损等等的罪嫌，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去年12月19，台北捷运发生攻击案，勇敢阻挡嫌犯牺牲的吴家昌先生举办告别式。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拢有来致意。那吴家昌的大厝顶悬要砍国旗，表达国家上深的敬意。告别式的会场入口头前有2片堆书墙，民众写字条打起来表达心声。一直19世纪攻击事件造成几多人伤亡。吴家昌先生伫第一事发现场台北捷运台北车站宴会出口，勇敢阻止凶嫌，却不幸死亡。最少办告别式。请和副秘书长执政褒扬令。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总统府颁发褒扬令，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市长张善政也亲自来念香，并且递上褒扬状，替官部砍台北市市旗，搁再由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砍国旗，表达敬意。中华民国国旗副官熔点开始，全体请肃立。吴家昌先生的查某囝伫咧练堂讲到对老爸思念，也引用作家余华的第7讲内面的话，形容失去至亲的感受。亲人的离开，毋是一场暴风雨，是一生上长的调息，伫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带动狂风暴雨。家属是非常的低调，但是来自于各界的关怀及对于家长先生的一个义举，我想不管代表哪一个单位，都表示对他推崇致意，甚至我看到捷运公司董事长还行了跪拜礼，来表达捷运公司对于于先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了很多可能遭到伤害的一些无辜民众，表达他们最高的一个敬意。第17讲，并将写的纪念纸条，也依照家属的意愿，将吴先生的大体做成绘画，去西方极乐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2天有影是寒到死准，而且这届中南部温度是比北部搁较低。伫咧云林高客荷包，干那7度之，嘉义南投甚至高雄嘛干那8度尔尔。若明仔载温度回升，出日头会较温暖。不过拜一又搁有一阵冷气团，而且可能会来到寒流等级。冰架顶冰条顶来，敢若是美丽的冰晶宫，一个花草雄雄激动。和冰雪封存，透早日头一照了，世界正水。着着冷气团来，武陵农场透早上气温度零下1.2度，形成一个美丽的风景。因若全台湾遍地上气温度是伫2度的东引，只个若6.5度；本岛上气温度是伫云林港客荷包，只个若7.2度。嘉义南投甚至高雄拢降到8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在气温方面仍然是有低温特报，会有局部10度以下的低温，日夜温差呢，在西半部地区大概都是高达10度以上。这边大陆冷气团，全台湾人家拢真有感觉，特别是中南部的气温比北部还搁较冷。经气象局长陈明典讲，
这边高雄、台南上低温度拢上榜，应该是第一遍，是因为辐射冷却影响。云嘉南高雄这边就变成是背风涡旋，叫背风进风期的地方。除了晴空以外，再加上劲风，那就在这个地方的辐射冷却的冷空气比较容易聚集。今仔日温度小可回升，早起台北市出日头。到礼拜日天气拢会较烧热，不过后礼拜二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后礼拜三开始影响较明显，中度甲这边差不多，有可能到下流的等级。目前报是相当伯仲之间的强度，台北气象站低于10.4度，这也不能说完全排除。全台湾温度降落，气象署讲，玉山、合欢山拢有落雪，真侪人一早起就去合欢山砺雪，不过车真侪规拢塌掉的。警方是一直赶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高雄凤山今仔中昼发生车祸，一台乌车伫咧路口要倒弯，和对向直行驶过来白车相撞，海边啊大专区东红顶的3台乌多摆拢互弄倒。伫车真侪即个路口，有一台要倒坏的普式的休旅车，甲要直行的一台白色的轿车相撞，白车卡伫咧顶仔骹，差一点仔就弄入去店内。过红绿灯快要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看到一台车子从旁边就左转的车子那边出来啊，我就马上就踩刹车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前进。车祸发生伫咧西山中昼12点外，高雄凤山区定清路甲中山西路口，两台车相撞了，也估计弄到泰山区内面停等红灯的3台乌多摆，人拢受伤送病治疗，好佳在拢是侧伤无大碍，5个人救出来拢零。对向也有那个待转车嘛，我看没有车，我就慢慢转过来，就咚一声，对，车就被撞到。初步肇事原因研判为张男转弯时未礼让直行车，杨男未注意车前状况。共这个路口，伫去年12月中，也有发生一件要倒弯的车甲直行的车相撞的车祸，迄当阵也弄到台专区内面4台乌多摆，总共6个人受伤。因为定清路正伫咧做捷运黄线工程施工，路变较滑，警方讲经过路口西弯，爱照定河行，唔通抢紧，也要注意车头前的状况，保持安全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轰炸委内瑞拉。委内瑞拉首都传出几若声爆炸，军事基地停电，佮庆烟，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上新的消息，川普宣布已经甲委内瑞拉总统翁阿姆抓起来送出境。川普也未伫咧台湾时间初四开记者会说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初三透早看到黑光甲烟雾，因看到直升机飞过，传出真大声音，部分的所在也有爆炸声音。真侪市区的民众来到街路上，同时甲手机拍开，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有民众感觉讲涂骹敢若伫海，也听到爆炸声音甲飞行器的声音。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爆炸发生了后，市区真侪所在停电，不过车友会使自由驶过。Yo iba aquí en Chacao y hace como aproximadamente hora y media comenzaron a sentirse aviones volando y explosiones. Y varias explosiones, por lo menos como unas 8 o 10. Y bueno, y salí ahora a dar una vuelta. Aquí lo que podemos conseguir es... 根据美国媒体引用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出，川普下令对委内瑞拉境内目标进行攻击，包含军事设施在内。伊拉爆炸发生了后，美国政府经由社群发表声明，讲包含卡拉卡斯也个其他3个州拢发生攻击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全国各界动员，拒绝接受美国的军事侵略。了后，美国国家电视台也传出政府声明，讲美国安尼做违反联合国宪章，威胁国际和平也个稳定。就伫爆炸发生前，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以持续进行的军事活动为理由，禁止美国商业航班进入委内瑞拉的领空。美国甲委内瑞拉对立的气氛对2005年继续到即阵。川普指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是毒品的恐怖分子，要求马杜罗落台，并且对去年9月开始最摆伫加勒比海对艺术看涉贩毒的船只发动攻击。顶礼拜，美国中情局对一个可能是伪造毒品卖运集团使用的码头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这是两国对立以来头一摆地面的冲突。美国当时也对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实施封锁，因为美国是讲美国目的是夺取石油的资源，两国紧张的形势处于随时开战的局面。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
镜头转来到国内，两岸情势紧张。民进党立委林宜景提案，要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这两个字改做台湾和中国。目前民进党是有超过20个立委联署，不过国民党就批评，规去甲条例废掉，陆委会嘛废掉，安尼做搁较快。 中共对台发动军事演习，互两岸对立局势清悬，造成民众反感。民进党立委林宜景提案，要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改名为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关系条例。也主张删除原条文内底国家统一前，也有经由地区相称两国领土用语，得到超过20位民进党立委联署，引起注意。这次林委员的提案，就表达了台湾人民的心声。 台湾人民对于中国这样子的武力打压、恐吓、威胁是无法接受、心生不满的。林宜景也伫面说讲，即摆提案修法上重要是对外国际来表示，经由修法正名，两岸分属两国。互民主的朋友知影讲，亲中袂台毋是咱国主流的民意。这是在2020年，民进党立委蔡英文提案删除国家统一的用词，尾也提案了后，有立委搁再提案。国民党讲，民进党是菜头食菜菜卡死。 国民党立委也批评，直接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废除陆委会。民进党的委员想要当家闹事，那就不要想让立法院的在野党当你们的刹车皮。同一派系的赖清德总统针对林宜景委员的提案修法来做表态。总统立委要修人民关系条例。 总统赖清德初三到北投参拜，访问到这件代志无回应。陆委会是讲尊重国会自主，两岸条例是基于宪法精修条文，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相关的修正要有社会共识。也有可能涉及到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一个修宪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本身到底是否是绿委自己本身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这是民进党党中央或赖清德总统本身所要去推动的一个政策方向，那这可能还有待观察。学者认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牵动国家未来的走向，民进党修法方向牵涉两国论，可能互中共操作，造成台海情势更加无稳定，应该细心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政治站啊通缉民进党立委沈碧阳，最近佮公开一寡卫星影像，讲是沈碧阳住的所在和上班的地点。沈碧阳是靠说中国军演无效果，见效等上去才会不指出。啊，那咱外交部嘛谴责中国违反国际公约，侵害个人隐私，真无品。 中国官方进前才对台湾民进党籍立委沈碧阳发布通缉，发出赏金，也讲全球追击。结果彻底经由官方媒体面世转发文章，讲经由商用卫星吉林1号自费定制影像，清楚表示伊的居住地甲工作地点。沈碧阳本人回击，恐惊是中共军演无效，才见效等上去，决定直接对伊个人来精准打击。 那他可能不知道，台湾人这个呢，其实用 Google Earth 看得比他还要更清楚。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把它放在 YT， 放在观察者网，以及呢在 PTT 呢，用这个所谓的虚假的这个 IP 发文，想要来做进一步的操作。这个就跟之前关西机场他们所操作的方式是如出一辙，想要去分化台湾社会。 其实，2005年10月25公布节迄天，中国官方就把公布一张由吉林1号所翕的台湾卫星相片。 地点亲像日月潭、阿里山、台北港、新竹科学园区等，均锁定咱国立委非公开的私人资讯。陆委会讲，两岸互动应该基于理性，也有尊重，批评中共纵用官方媒体来进行违法无合理的所谓暴力。外交部也讲同话，认为对方已经无这上少的文明了。中国对我国及他国人民进行跨国镇压、骚扰或干预，均严重违反国际法精神及国际人权规范，更明确显示北京当局无视文明社会。对于配合中国进行跨国镇压的国内协力者，均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呼吁民众莫真做特地势力的在地协助者，为着维护立委人身安全加稳定民主制度，警政署讲的依照风险评估，采取必要的警力部署。所谓发展部是谴责任何形式的网络搜查加所谓协力，讲已经在上紧的时间内，甲Meta这社群平台交涉，要求停止流通。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台北捷运为今仔日开始开放扫 QR code 入站坐车，包括高金银行甲北京电子支付平台。不过，真侪人咧用的 Line Money 目前系统是要咧开发，可能要等到3月才有这个功能。
手机啊，就是车票，这样是大概1分高价支付的方式。拍开 QR code 坐车票，就用路卡进站。按过上路第一天，有万未少坐车人唔知安怎用。有人表示 QR code 坐车票扫描不够的精准，爱习惯一下。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是那个荧幕的亮度，我猜。但比较希望 Line Pay 可以用这样子。看 QR code 怎么用啊？就还不完全，我完全不懂怎么用啊。有卡也很方便啊。台北捷运公司宣布，为车厂开始开放14间业者 QR code 坐车票坐车，包含 TWQ 平台9间金融机构、家计口支付、全支付、玉山 Wallet 代新配等8间电子支付业者，而且加用悠游卡、一卡通等涂特卡同款，都能享受8折上期优惠。到今天上午9点半为止，整个捷运系统的运量大约是14.5万人次，其中 QR 乘车码大概是547人次，大概占0.4%。那信用卡则是94人次，大概占0.1%。另外，大家熟悉 Line Pay Money 因为系统开发即时还未完成，今嘛无法度用，暂定今年3月开放接分加公车来使用，正式开放一期的另外工具。先下载你想要使用的电子支付的 APP。并且更新是最新的版本那再来是记得要储值因为它跟储值卡一样，如果是负值的话是没办法进站。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付款码不等于乘车码。发者也提醒为赶紧通行速度，旅客到门前爱先拍开 App 选择 QR code 坐车票，速度调悬手机荧幕高度，也要注意监片角度，对准监片镜头，佮甲镜头保持适当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新年好彩头，中华分园农会举办青人烤彩头的活动，有超过5000人参加，真侪是一家伙仔拢出来。这3公顷的产地5万支彩头，无到20分钟就烤了了。古纳青的民众提工具、大布袋来到种菜头这所在，大家开始来烤菜头。真侪民众是规家出动，大大小小斗阵，有人是专门烤菜头，有人是专门装袋内底。无久一袋就装满满啦。有的民众是好耍来佚佗，有的人是带囡仔来体验。打算要打多少胡萝卜回去？没有，就是开心而已，开心而已。要让小孩接触农田，接触大地，对，让他珍惜粮食。烤菜头活动是中华县分园乡的年度大事，今年是已经第6年举办啦。一开始只有几啊分地，到今年已经扩大到将近3公顷。今年网络报名3000人的名额一日就满啦。另外，大约有2000外人来到现场报名，有人一早起6点外就到现场，规场的活动超过5000人参加。我们预估是8点报到，可是大家都6点多就来排队了，然后排队到大家9点半开始的时候，再等不及9点出，就大家赶快下田去拔了，所以真的很热情啊！因为总共3公顷多的萝卜田，也不晓得有几棵，没有去细算过啦。哇，3公顷农地大约是5万条的菜头，不到20分钟就全部互人烤了了。分园乡农会讲，今年菜头真俗，对民众来讲，来参加烤菜头，不是为着免钱，而是新的一年想要有一个好菜头。农会也希望讲借此来推广食农的教育，让大家亲身体验种植的辛苦。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少年老师伫偏乡教册，这老师毋但是囡仔头路，嘛是陪伴偏乡囡仔改变未来方式。应用生活、用文化做教材，希望囡仔进别世界，发现家己的价值。稍等下7点半，青春咱的梦，做回来看这场用教育守护希望的少年老师。台湾所有的孩子，无论出生，都能拥有优质的教育与自我发展的机会。台中的少年老师伫宣誓教育信念了后，特别分发去全台湾各地偏乡的国校做代理老师。这是 TFT Teach for Taiwan 协会成立12年以来，每一年拢会招募关心教育的青年，去需求量大的地区，甲国校的计划，弥补偏乡长期师资无够的问题，让偏乡的囡仔会当伫教育资源有机会得到支援。要安怎教学生？其实这对唔是读教育的人来讲，是一件大头介大的代志。大家就是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我感觉这个力量其实足大的。这一届新的老师张家琪结婚了后，互分发去屏东的茶城国小，教音乐甲美术。因为遮人口较分散，所以学校有3间分校。家己清早爱伫无共校区来去咧上课。唱到那个听妈妈的话，一
开始目标就是一礼拜先甲分校的囡仔的名拢记起来，甲因有记即个句字安尼，就是想讲安尼较好甲因熟悉，嘛袂互因感觉讲哦，更换一个新的老师啊。TFT 甲阮做一个足好的伙伴，就是伊会当招募迄有心要来偏乡协助偏乡的孩子教育的这一块的老师。加起来的结果，好，会比是不是 ？Teach for Taiwan 头一届的老师黄明熙，在结束2年的计划了后，对教育的工作有更较清楚的理念。伊重新去进修，考到在家老师的资格，去新北市石门的清华国小教册。对伊来讲，在偏乡做老师，更加符合伊对这项工作的期待。最长的那条边也停在。其实偏乡的学校，除了学生数少以外，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们留不住老师。我看学生啊，因开始有自信，啊，开始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开始往因想要去的方向去的时阵，我会感觉就快乐的，和成就感的。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做一个平凡普通的小学的老师安尼。这个青年因为对教育的热情，去到全国各地偏乡的教室，因用笑容甲耐心陪伴这个囡仔的未来。Teach for Taiwan 当地替教育累积更加侪可能，互因离梦想愈来愈近。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0度到23度，中部地区10度到23度，南部地区11度到24度，东部地区12度到24度。大都地区9度到19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